主后2022年9月初1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应允得到生命花冠。圣经咱做伙来读新约雅各书第1章第9节到15节。并前的兄弟姊妹得到上帝提升身份，就会欢喜。富裕的人受上帝降低身份，嘛着欢喜。富裕的人会亲像草花谢去，日头一个出，小风一个吹，草打去，花谢去，伊的水就消失。富裕的人嘛是安尼，会伫无用奔波的中间消失。忍受试炼的人真有福气，因为伊有经过考验，会领受上帝应允，互听伊的人活命的花冠。人受引诱的时，毋通讲我互上帝引诱，因为上帝袂受邪恶诱惑，伊家己嘛袂引诱人。人受引诱是互家己的欲望引诱陷害，欲望发因就生出罪恶，罪恶成熟就产生死亡。应允得到生命花冠，人穷志不穷，是对贫困者的一种宽免。虽然外在环境甲条件拢无人会好，总是若家己愿意努力，奋发向上，还佫会当有袂歹的未来。英雄毋惊出身价，惊就惊家己欠缺信心。台湾也有一寡善车人，落尾出头天的故事，冤家变凤凰的故事，也伫咱的身边不断地上演。今仔日雅各书作者互咱过一遍省思，善车甲富裕之间，并无完全是竞争的关系，是应该向着更较悬的目标向前。磨难甲挑战，袂因为善车也是富裕有增减，敢若是会无共尔。善车人爱克服外在的恶劣环境和本身的欠缺，奋发向上。富裕的爱面对财富衍生的烦恼，会晓知足。雅各书第1章12节讲，忍受试炼的人真有福气，因为伊有经过考验，会领受上帝应允，互听伊的人活命的花冠。作者所讲，忍受试炼的人真福气，这甲本章一开始的教导同款，恁着忍耐到落尾，才会当达到完全佮完整，拢无缺点。简单讲，当信仰受到试炼，并信心通生出忍耐，一旦通过磨练甲挑战的检验，就通领受上帝所应允的生命花冠。上帝要赏赐遐个忍耐到落尾的人，因也的确会得到生命的花冠。迄无因为眼前恶劣境况丧失信心的人，落尾会赢得生命的奖赏，就是对永生上帝遐得到永远的生命，佮甲基督同齐掌权。毋过，想要得到上帝赏赐的生命花冠，过程中也充满重重难关、危机四伏。无论善者也是富裕的人，拢面临无共的挑战，因为人总是顺趁家己的罪性和欲望在行，常常无法度忍耐到落尾。一旦担着欲望的甜头，人往往无法度脱离
困乏不断坠落，毋若迷失家己，搁陷入伫罪的落网，失去今生上大的愿望。所以，咱着恳求上帝引带，互咱会得通坚定倚靠伊，靠信心面对生命的难关、罪恶的引诱甲内心的软弱，互咱赢过一切。雅各书进一步提醒，上帝袂受邪恶诱惑，伊家己嘛袂引诱人。相反，魔鬼却千方百计引诱人，想要互咱远离上帝。上帝定义要将生命的法官赏赐互找求伊的人。若是魔鬼却爱人陷入罪的落网，借着倚靠家己的聪明，失去迄个上终尾的奖赏，迄落入试探的，上尾毋但袂当得到所应允的生命法官，反倒遭受审判，徛袂牢。拄亲像作者讲的，要望发因就生出罪恶，罪恶成熟就产生死亡。默想，我着安怎才袂受家己欲望的牵引，陷入罪的落网？我着安怎才袂受家己欲望的牵引，陷入罪的落网？咱来祈祷。永生的主上帝，求你坚固我的信心，互我通伫遭受试炼的时忍耐到底，搁诚做迄个上有福气的人，会得到生命的法官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